日据时代省空间的折棉被花手艺被留了下来。这个是以前是我婆婆教我的，但是我婆婆就是以前是日据时代那个时候是有人教她，然后就是阿姨他们，因为以前有请内讲啊，然后就教，就一直传续下来。老传统在50年历史的老房子里，却不见一丝陈旧。马赛克砖缝隙没有污垢，足见老板夫妇的细心。来这边看一下，你觉得这房间可以吧？对啊，我们就是喜欢很简单，我们还要住比这个还不好。对，我们现场现在都有办很多活动了，像蒸汽火车，都很不错。简单却是像家一般，可以放松，可以谈天说地。Hello， 你好，佑佑吗？对，好，欢迎。台北来的电视台员工原来已是常客。在苗栗出差一定会住这间饭店。为什么？就蛮干净舒服啊。干净舒服啊。接待这些年轻人，好像自己多了几个孩子。还有日本、马来西亚的客人回国之后捎来感谢的明信片。台湾老板的热情让他们的旅程多了人情的怀念。这家老旅店也因此被选为幸福旅宿。我们现在在你们家的客厅啊？对啊，这是我们自己私人的客厅啊，所以董环一看到你，还没黑。来，我请你喝茶。我今天到立刻客家话回答他。还没黑。很厉害。位在巷弄里的旅店，没有地点的优势，没有网络行销，却依然能够名列全国10大幸福旅宿。老板自己觉得有点意外，但其实就是夫妻俩的用心实在，给旅客最直接的感受。洞房地空洞，眼未黑；洞房地空洞。